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或者真心网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用台语甲大家小解咱讲精神医学方面的这个知识的节目。咱讲到精神医学这4个字，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讲，可能是一个较青分的名词啦吼。咱若到较大间的病院，应当拢会看到一科叫做精神科，华语的精神科安尼啦吼。你若找无，有时啊是病院加号做另外一个名譬如讲有诶号做心科即款诶，就是身体的身心情的心，华语就叫做身心科即款诶。毋过伊正式诶名就是精神科。讲到精神科也好个心科嘛好啦吼。大家看名应当是足歹想象讲，咱精神科到底咧看啥物病，咧做啥物款诶治疗安尼，就无像讲是骨头科心脏科即款诶，一看就知影要医啥物物件诶，即个医学嘛吼。我想，大部分无即个医学背景诶人，听到精神科，第一个较直觉诶反应，可能拢是讲迄科咧看小诶啦小医生即款诶。所以才会着头拄仔讲，有诶病院会甲伊号做另外一个名，因为精神即2字着互人感觉讲，怪怪，也是无啥了解，也是拢想着迄较无较严重诶迄个部分尔。佫有讲，咱台湾的医学训练本身就是拢用外来语嘛大部分是即个华语甲有讲教一寡英语安尼。咱较找无用本土的语言来传达即个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的资源啦所以才想要来做即个 Podcast 频道，希望咱用生活的语语来传达即个专业的精神医学的知识的时阵，会当互较侪人去了解。咱每一集拢会甲大家介绍一个介简单的即个观念啦最基本的观念。起头的第一集，咱的重点就是互大家知影讲，精神即个名词是安怎来，即个精神科伊到底咧讲啥物物件，精神科咧变啥梦安尼。讲到精神即2字咱其实第一个反应，若是用台语来思考，你第一个想到的听到精神，应该是讲即个一个动词嘛就是讲咱人困醒这叫做精神。我本人拢伫南部的病院服务，我有印象，以前拄过一个敢若会晓讲台语的阿嬷，伊来摕几盖的药有一工伊用甲我问讲，医生，恁即科到底咧看啥物的？恁讲精神科，我足早就精神我咧精神的即个过程拢无问题我是困才有问题哪会毋是看困眠科安尼啦我嘛毋知伊到底是甲我讲笑，还是足认真安尼讲毋过咱就知影讲，咱台湾人再来听到即个精神即2字，就是讲困醒的意思啦有去现迄个咱日本时代出的迄个第2大书典，因就收即个字即个词精神除了困醒的即个意思以外，迄当阵嘛有讲一个嘛会使做形容词形容一个人诚巧，讲伊精神，嘛会使做一个名词，譬如讲我今仔日精神袂歹，就代表讲即个元气的意思安尼。嘛会当讲是一种价值，比如讲咱台湾人拢有追求独立的精神咱来讲精神医学的即个内底的即个精神即2字就和咱再来一般咱日常生活用的迄个意思无共啦这是算一个专有的名词。咱讲的即摆的即个精神是医学的一个部分。这现代
医学的专有的名词，大部分应当是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的。迄阵日本人去欧洲学习即个现代医学的技术，有做一寡翻译，甲一寡专有的名词翻译。精神科、精神这两字，就是伫日本时代确定有即个咧讲医学的即个意思啦。精神科的原文就是 psychiatry， 即字拼字就是 psychiatry，咱甲伊拆做两半，前一半伊的 psychi。简单来讲，就是 psyche， 即个英语的意思，就是讲含人的灵魂啊、心智啊即款的部分，代表一个较算讲人类较无形的一个部分就对啊。后半iatry， 这是治疗学的意思啦。即个医学的即个名词，拢用即个做结束。所以合做伙 psychiatry， 意思就是人类的灵魂的、心智的即个治疗学就对啊。讲较即个较有路的定义，就是讲咱精神科即个专科，就是咧研究人类的包括讲伊的认知、伊的思考、伊的感受、伊的情感、伊的行为等等的即个。安怎来诊断也好啊，还是讲研究也好，还是治疗嘛好的一个医学。所谓精神科要看的物件，就毋是迄种有形体的。咱咧研究的对象，就毋是像心脏啊、骨头啊、皮肤即款，咱会当直接用目睭观察到的物件。咱会使想象讲，其实咱人。思考啊、感情、行为等等，嘛是一个有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有可能有变化的一个像器官的物件。即种概念就是一个科学医学咧进步的是出现的一个较新的观念啦。就是伫19世纪，西方的国家伫即个医学、现代医学咧进步的时阵，才开始。甲一寡人的行为的变化当作有可能是破病，比如讲伫较古早的时代，有的人的行为思考足奇怪，就大家拢讲即个人是痟的，起痟即件代志，咱伫古早时的解说就是可能伊是去卡着嘛，或是讲有啥物歹物仔咧甲甜嘛，当时用。宗教的角度去解说，即咱人无法度理解的一个现象，我甲当作讲，即个人的灵魂若是有出一个奇怪的状况安尼。处理的方式嘛是甲宗教的啦，比如讲甲伊做脱啦，啥物的，若真正会搅扰着社会、搅扰着别人的，可能症头足严重的，就是有可能会互人拐伫一个所在。向社会隔离的即个情形的发生，这不管是伫世界倒位，拢有即款的记录。到19世纪差不多中期开始，医学咧愈来愈进步了后，对人的大脑啊、神经系统较有研究，发现讲其实人的身体甲伊的行为的表现。有足大的牵连，就有一医学的学者开始想讲，即寡精神错乱的人，莫当作因是宗教方面引起的问题，甲想做讲，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因的身体、因的精神有一个病症，才造成因的精神错乱等等的表现。咱讲到精神医学的研究。伊即个理路其实就和一般的科学拢共款。第一步就是爱观察即个大量的资料，所以学者做的第一步就是
先确定讲，啥物款的表现算做病症的即种症头。到底咱若困无好，还是人郁卒，还是会听到奇怪的声，等等，啥物款的程度才算讲是病？佮有透过观察大量的患者资料，才知影讲，这随了时间，一个人的精神的错乱，若是病症的表现，有可能会有啥物变化？是可能毋管伊家己会好，还是讲可能会愈来愈严重等等。有遮的观察资料，就会当甲表现甲伊未来变化较相像的一群人，讲因是可能是看共款的病，所以就有一群一群的即种诊断。有诊断了后，咱就会搁想要知影讲，为虾米人咱会得即款病？是大脑有出啥物问题，还是讲伊的生理发展啊，即个细汉大汉的过程啊，有出啥物问题等等。然后当然就是爱搁研究，即个病症啊，到底要安怎来治疗较妥当。所以呢，简单讲起来，就是精神医学的几个部分，包括讲一个病症的症头是啥物，要安怎来做诊断，可能的病因是啥物，搁有要安怎来做治疗，这几个部分。这以后会搁甲大家做较详细的介绍。就是安尼，精神科的医学就和一般现代医学是照共款的理路，只是讲伊咧研究的迄个对象较特别，是一个人的心智的即个世界，还是讲你讲伊的行为啊，讲伊的思考嘛好。即个人的思考啊、感情啊、行为啊，就是一个较歹去互咱检查研究的物件啦吼。比如讲，你若讲是骨头长去，会当照电讲；你若讲是腰子无好，会当抽血检查；你若讲是有感染，会当去做验看体内有细菌无等等。毋过一个人，若是讲你是感觉伊的精神有破病，伊的思考、伊的感情、伊的行为变无稳定，这是无啥物特别的。即个以现代医学来讲，到即马21世纪也嘛共款啦吼，是无特别的即种检查会当讲一抽血，还是一照电光，就完全了解安尼。拢是爱靠人，就是讲专家去甲观察，也是问话来评估。另外，咱讲病症的起因即个部分，甲一般医学嘛无啥相像的是，精神科的病症毋是身体单一器官系统出变化才引起的。通常咱会感觉是，足侪无共的因素加起来，才产生精神科的病症。咱有讲到，这精神相关的医学是伫100外当前开始发展的。迄当时嘛是人类愈来愈了解咱人体内的神经系统，包括讲大脑、脑髓、脊髓、周边的神经等等。咱台湾伫日本时代，就是1917年的时阵，就有一本用白话字出版的医学册，叫做《内外科看护学》。伊内底就有记录迄当时学者对神经系统的了解。比如讲，伊就有写着大脑的机能，除了讲接受外来的刺激，甲有讲命令筋脉去做运动以外，伊嘛写讲这大脑是带精神的所在，甲有意识、拍算、记忆等等的功能。伊阁写讲是安怎样才有即款的机能？现主时也袂知，就是讲迄阵的医学佫无法度了解遐济，但是已经知影讲，这大脑和咱人的精神有足密足密的即个关系。所摆迄阵的专科叫做神经精神科。毋过到20世纪中期，其实就有足济工具会当去对一个人的大脑直接检查，比如讲即个脑波
使直接确定一个人敢有着忧型即款病，佮有脑中风、动作障碍等等，会当用工具确定有神经系统病因的一寡病症。即方面的医疗的系统，就为即个神经精神科独立出来，变做神经科。所以咱伫病院会看到即个神经内科甲精神科，迄是两个无共的科。回头讲转来，咱精神科的即个病症的病因，精神科的患者若去接受咱讲脑神经系统的检查，定定佫检查出来含一般的人无足大的争差。所以这个甲咱讲，即个大脑的系统虽然对精神的问题有影响，毋过毋是唯一的因素。精神科的病症其实是足侪无共款的因素加起来才造成的。讲到遮，毋知影大家敢有较了解咱精神科的即个方向啦？可能是一寡足简单基础的了解啦，就是至少知影讲咱精神科研究的是一个人的，包括讲伊的行为表现、伊的思考、伊讲的话，伊的感情的情形、伊的认知的即个状况安尼，安尼后摆咱就会继续慢慢介绍讲。精神科的医师到底是安怎甲人诊断的？到底偌严重的症头才算是精神病？佮有讲，即个为虾米会发病？即个病症敢有讲会当找到一寡会当解释的原因安尼？若较有讲，较后壁咱会阁讲到一寡治疗的部分，还是讲即个逐项的病症，咱一般拢是安怎处理？以上非常感谢恁的收听。若是对于即个节目的内容有啥物问题，若是讲对我的即个台语的即个讲法有错误的所在，拢欢迎会当甲咱指教。我伫节目的即个说明栏会留阮的节目的即个 email，欢迎大家互阮一寡意见。好，感谢大家平安，再会。